光体一交有哮喘喘这患者的细字，有医生发现讲，最近有真侪哮喘喘嗽病史的患者，明明控制了真好，雄雄一直压起来，一直检查，发现讲这病患拢去喂到这个细暗的面上菌，才会引起哮喘。寒天是呼吸道疾病流行的季节，家属发烧拢是强制看到症头。不过，儿科医师发现，最近伫咧诊所内底出现真侪哮喘病史患者，本正控制甲真好，却形容病甲真食力。进行检查，却发现原来是感染到鼻疽菌。突然变得症状恶化，然后突然伴随有一些发烧，然后咳嗽变得更加剧，这时候我们可能考虑说他被感染。医师讲，事上安排抽血和照电工来检查病患，透过照电工会当看到这个患者肺部有感染发炎，抽血检查嘛确诊是鼻疽菌感染。因为梅章菌它本身会刺激黏膜，然后让它产生一些发炎物质。不过医师嘛讲，若是可以食抗生素，得当改善症头，家长免受过烦恼。不过嘛是要加注意囡仔的身体状况，较袂去耽误到治疗时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